7月时啊，中原普渡拜拜，演过肉山是婚林好买的特色之一。不过今年因为猪肉价少直起，肉山即嘛部分改用鸡肉来代替，或者是用其他的物件来代替。因若伫个中华风苑，演过是拢有传足澎湃海产来拜拜。不过今年嘛因为风台关系，办的规模有较小。一只一只的全猪排镜头，后壁阁袂少制品。当年的中元节，婚林好买的普渡场面拢正大场，7大普渡区以南区的肉山上澎湃。不过今年全猪的量比往年减一寡，有一寡全猪阁是甲业者用做的。照他们收啊，一只4200哦。那买一只头偌济？买即摆12000咧。无做起价，因就要一只要甲咱来4000外，4000外咱就大家规划过讲安尼咱不如自这钱先起来买鸡。庙方表示，今年全猪敢若3只，不过鸡仔的数量为去年的60只增加到300只，原因就是因为猪仔价大起，毋但进口量，连国内产量都减少。只不过因为中元节需求量大，即嘛每公斤配合价来到98块，创下历史新高。猪肉一养就要养半年嘛，那鸡肉只要养1-2个月就可以，它们周转率很高。最近猪源比较少，是因为我们猪舍都在改建，因为现在中元节是我们畜禽产品的1年1度的最大的需求节日之一。另外，婚姻馆北港镇武德宫当年中原普渡拢会开放现场认证普渡，数量当年增加，今年有9536度，创下历年纪录。中华风苑往年拢会出现真澎湃的海产、大量虾等等，一旦讲是普渡的痛风餐，不过今年拢无出现。风台的关系啦，那搁在下头最大水哦。全部拢计互迄土无砍去啊！要普渡啊，再去做这个风台啦真正海一寡物件全部都灭掉了。当地渔民是讲，7月底因为风台影响，渔获量大减少，今年改用其他的制品代替，除了生意无改变，也希望来年会当丰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